即馬山影當咧大出，台南玉井的果菜市場，果農為着要佔到好位，通賣這個山影，是半暝啊3點外，天也未光，就來搶位。一聽到嗶呀聲，果子農那無咧，隨衝去家己上陣的位置。早起3點外，天也未光，果農燒卡捏手，為着要賣山影，都愛先佔位。他等他吹哨子，然後開始搶位。我們這種位置東西擺完，我們還要再回去補一下面，然後再回去山裡面繼續採芒果。你沒有佔位置，沒得賣啊。這是台南玉井果菜市場，即馬山影大出，果子農為着要搶較好的位，早就來等。時間一到，哪看好好，就一個過大，一個登去搬山影。比如說這個界先到這裡有沒有？我就是從這裡排到那邊，然後這樣子圍起來。人家先站，然後後來的看到人家這個位置不錯，也沒敢講，一定要有人在這邊守着，要不然的話很可怕。搶到位也袂煞，拖上攏有因佔位的撇步，現場閣爆發着衝突。啊，若無佔到位的，敢會當？啊，你若招我來哦，就當排較好的啦，排在尾仔來。3點1點就來啊呢，暗時啊呢，我就去揾山影。佇表角或者是市場外擺檔，拖上透露，上早超前一天暗時11點，就會有人來佔位。他們希望是讓他們自己認為說好的地方。就是人潮好像會比較注意的地方。只要來這邊賣，是不是都要有我們的標章？都有辦，現在辦了5000多號了。若比送的山影上大粒上甜，也考驗佔位的技術。即馬山影當着時，佇市場賣山影，叫做果子農小姐目標。